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。近期有言論警告美股要調整，又有市場人士擔心科技股發展要靠互相投資，可能已經係泡沫先兆。究竟呢啲講法係咪合理呢？首先係預警美股下跌就唔算係空穴來風嘅。而家好倉仍然過分擠擁，再加上估值貴啊！如果短線調整5%到10%，無可厚非。不過年底前仍然有兩大嘅利好因素支持股市重拾升勢。第一就係政治，民主黨近期喺地方選舉當中攞到廣泛嘅勝利啊，應該會迫使共和黨喺結束政府停擺方面態度軟化。第二就係關稅啦。美國最高法院開始檢視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嘅合法性，可能要幾個月之後先有裁決啊。但係初步睇，保守派同自由派法官似乎都對政府徵收關稅嘅權力表示懷疑，增加咗削減關稅嘅可能性。再加上企業盈利強勁，聯儲局又減息，仍然係推動股市向上嘅基本動力。至於科技股係咪已經陷入泡沫？最新嘅業績可能為大家帶嚟啟示。第三季美國科技股嘅盈利較市場本身已經好高嘅預期，仲要高出8.5%，按年增長28.5%。隨住人工智能投資擴大同埋需求增加，今明兩年盈利增長預測亦都穩步向上，高企喺20%以上。有望喺未來6至12個月支持行業跑贏㗎。咁當然市場就唔係一面倒啦，股價走勢反映投資者正喺度獎勵增長加速嘅公司，例如嗰啲受到人工智能需求推動嘅雲端服務公司。不過就睇淡資本支出加速增長，但係訂單同發展步伐都唔清晰嘅公司。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啦，感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到興趣，記住點讚同埋分享。我哋下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